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彭光源 Byron。今日嚟呢個《與龍同行》睇呢套咁具震撼性嘅舞台劇，佢比《侏羅紀公園》更加震撼。事關呢，佢係1:1史前巨獸，億幾年前嘅史前巨獸喺你面前出現。我自己個人呢，就覺得最震撼嗰一幕呢，就其實佢有一隻好大嘅腕龍呢，走過去觀眾席旁邊，然之後呢，慢慢低個頭向觀眾打招呼咁樣啦，就好似我身邊呢個小朋友咁樣，係啦。咁近距離啊，直情係咁近距離啊，咁變咗咧，佢各方面嘅聲效啊，同埋一啲舞台感咧，都非常之令我難忘嘅。尤其是佢，我估唔到佢一個地方就係竟然咧腕龍咧去食道具草，咁變咗我覺得係好真啊！佢連嗰個道具草掹落嚟食嘅時候咧，即係聲效各方面配合得好好啦，同埋俾我感覺係一個好真實、好有質量嘅一個 show 嚟嘅。咁佢所以趁住呢個聖誕節，不論男女老幼啦，咁希望大家有時間嚟睇呢個與龍同行。因為農曆新年就冇㗎啦，咁有時間咧，盡快去睇與龍同行。Thank you。